請所有船隻離開我哋嘅賽道，唔該晒。好啦，我哋見到船隻都轉得出嚟㗎。但係喺賽道中間仲有幾隻小艇啊，咁啊，好賽事已經開始㗎，所以請賽道旁邊嘅小艇小心啊，地面影響我哋嘅賽事。呢場係第16場嘅賽事，長江實業區漁民大龍 B 組初賽嘅第3次嘅賽事。參賽嘅隊係第1線香港隊合和龍，第2線南丫島合雙龍，第3線南英龍舟會。好啦，喺我哋已經望過去嘅時候咧，1、2線咧應該係比較領先咁樣去帶咗出嚟。香港隊合和龍同埋南丫島合雙龍。我係咧應該1線會係呢個合和龍咧，應該係稍為領先咗。好似1線同2線都差唔多我哋。冇錯，咁啊，通常咧南丫島合雙龍咧係追上嚟嘅，咁啊合和龍嘅朋友咧，你哋要睇下應該係領先咗幾多啊？大概差唔多個終點線嘅。好啦，咁啊。好，喺我哋而家望到呢經過終點，首先咧係1線嘅香港隊合和龍，跟住咧2線嘅南丫島合雙龍咧係跟住已經過咗終點㗎啦。咁喺我哋面前繼續努力咁向緊終點進發嘅咧係呢個南英龍舟會。佢哋同樣係好齊心、好齊板咁樣樣咧。係啱啱係過咗終點線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剩翻落嚟將會係今日朝早上面係啦，最後一場嘅賽事。好，早上最後一場賽事係第17場長江實業區漁民大龍 C 組初賽第3次賽事，第1線就職業聯漁龍，第2線香港仔北和龍。